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其中乌克兰的赔偿机制，国际索赔委员会是正式来成立，一来负责裁定目前超过8万件的战争赔偿申诉。另外，这乌克兰也提出讲，希望双方伫咧耶诞节，双方会当暂时来停火。不过，罗西亚是坚持讲，和平协议就先来敲好势，才去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甲欧洲各国的领袖伫荷兰海牙签署协议，成立国际讨赔偿委员会，负责来评估甲决定每一个个案赔偿的金额，为未来要甲罗西亚追究责任甲讨赔偿来铺路。We expect that every mechanism for compensation from the Register of Damage and Claims Commission to the actual payments will start working. We must stand up for the victims of this brutal war of aggression. 目前申诉超过8万件，日期包含对2022年2月24日罗西亚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伫乌克兰境内或者是行动所造成的物质、人身伤害，还有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过资金的来源犹原是一个难题。欧盟当咧针对冻结罗西亚资产的使用方案激烈讨论，尤其是比利时是犯了法律的风险来反对。德国甲其他主要的国家希望计划会当赶紧落实。因为罗西亚官方是对这个委员会成立态度真消极，而且怀疑自发甲政治效力。另外，乌克兰是希望伫咧耶诞节进前会当停火，暂停对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通好度过这个寒冬。І тепер з усіма цими реакціями, я думаю, що америк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буде контактувати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і після цього буде вже зустріч з Україною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на рі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х груп. Я думаю, що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дать передышку Украи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продолжению войны. Мы хотим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罗西亚外交部的副部长认为，罗西亚甲乌克兰得要达成互双方冲突结束的外交方案。普丁政府已经准备好要达成协议，希望愈早愈好。因为美国政府无签名的官员表示讲，两国之间的争议有90%会当得到解决。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